每晚尾班車駛走，全城瞓到最冧嗰陣，地底反而先開始熱鬧。你見到嘅只係幾條鋼枝，平平無奇，但係掌管住成個城市每日嘅運轉。所以每一晚，我哋嘅維修團隊都會登場，利用各種工具同埋技術，好似幫鐵路做體檢咁，逐寸逐寸咁把脈問診，務求第二朝啲列車可以安全又準時地出發。佢哋要處理嘅就係最基本，亦係列車嘅唯一跑道——路軌。每日19個鐘，有7500架幾百噸重嘅列車喺鋼軌上面行駛。呢一種反覆行駛、高強度磨耗，有可能令路軌出現裂紋。相比其他大城市，香港每日有500萬人次搭港鐵，承載龐大嘅客流量，路軌自然承受更大勞損。除此之外，氣溫上落引致冷縮熱脹，都會有機會令路軌發脹移位。而且路軌冇得輪更，露天段更加要承受惡劣天氣、風吹雨打、日曬雨淋嘅壓力，亦有好多不可控嘅風險，例如打風嘅時候跌落嚟嘅障礙物。喺日常維修，其中一個關鍵係巡查路軌，睇下有冇裂紋，因為裂紋唔及時處理，隨着時間有機會惡化成裂縫，所以一班巡路員每晚都要步行檢查。肉眼睇唔到嘅裂紋，就會用超聲波檢測車多角度偵測，務求令所有內傷無所遁形。事實上，港鐵路軌每隔約2尺嘅位置，都以鋼扣將路軌鎖緊喺路基。假使出現裂紋，鋼扣仍然可以將路軌緊扣喺路基上，防止路軌移位，確保列車維持安全運作。當發現路軌有裂紋嘅時候，會採用不同方法，例如打磨作清除。如果有處理唔到嘅裂縫，就會運用軌道魚尾板將路軌臨時加固，到凌晨收車後安排更換，避免裂縫惡化。如果唔係，就會有機會影響列車正常行駛。除此之外，港鐵都會檢查軌距。如果車轆唔能夠緊貼路軌，出現偏差，亦有機會影響正常行駛。以露天段常見嘅軌道為例，就要睇軌枕，即係路軌之間嘅枕木有冇承托好路軌，又要確保有足夠道渣，即係路軌上嘅碎石有冇鋪實路軌，呢啲都係鎖實鋼軌嘅關鍵。工程團隊會定時量度軌距係咪符合標準，一發現異常就會適時安排維修。除咗每日努力喺黃金2小時維修之外，港鐵亦都引入智能監測，好似幫路軌戴上智能手錶咁，檢測健康狀況。列車底部裝有智能感應器，行車時候能夠實時收集數據，送去後台分析，例如軌距、鋼軌損耗、列車震動幅度、軌道平順度等，幫助預測性維修。香港嘅鐵路同其他地方一樣，系統高度複雜，而且亦受外在因素影響。萬一遇上設備故障而導致嘅服務延誤或者係其他嘅突發情況，我哋會盡量確保唔受影響嘅路段如常提供服務。乘客請保持冷靜同埋忍耐，港鐵人員會盡快處理同向乘客提供相關資訊。乘客亦都可以開啟 NTR Mobile 或者係掃描出行碼，查閱最新車務狀況，同睇下有冇替代路線。港鐵會盡快修復，減少對乘客嘅影響。